打工人嘅天花板日賺75萬，打工40年身家過百億㗎。由199年起，霍建寧年薪從未低過1億港紙，高峰期仲去到2.27億，等於日賺63萬。計埋每日返工8小時，每分鐘落袋1300蚊。呢個數字直接令佢成為香港收入最高嘅打工皇帝。由1994到2024年，佢嘅收入總計超過60億。根據長和2022年嘅年報，霍建寧一年總酬金差唔多有2.1億港紙。呢筆數亦都令佢成為全港納稅最多嘅人。如果淨係以年薪計，入息淨額，佢一年就要交稅3262萬，連福布斯都封佢做非美企最高薪 CEO。佢屋企喺深水灣36號，同我同一個區。佢坐嘅車仲比我部更豪華。外面嘅人都叫佢打工皇帝，但講句老實話，喺好多關鍵時刻，佢仲似係我呢個老細嘅老細。我可以唔接其他人電話，但係我唔可以漏咗佢嘅電話。有一段時間，我瞓覺都要將電話擺喺床邊，唔係等股市消息，唔係等政要來電，專登等霍建寧。霍建寧曾經靠一單買賣幫我淨賺成千億，嗰陣香港經濟低迷。與此同時，歐洲移動通訊業務正經歷大轉型，用80億港紙收購兼重組 Orange， 搞2G 流動通訊服務之後，佢哋只係用咗短短4年時間，就將 Orange 嘅客戶人數從300萬飆升到3500萬，搖身一變成為英國第3大移動通訊營辦商，仲成功喺英國上市。最後，德國電信集團高價掃貨買入 Orange， 整單交易總值高達198億英鎊，直接為和黃帶嚟1130億稅前盈利，足足賺咗超過11倍。呢單交易仲創下香港開埠以嚟最大金額嘅單一交易紀錄。消息一出，舉世皆驚。霍建寧亦都憑住呢一仗一戰成名，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從此冇人可以代替。曾經有公司開出5億年薪想挖牆腳，點知佢連眼都唔眨，完全冇心喐過。